主后2026年3月22日，每日时间讲读经。被通缉的耶稣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1章45节到57节。来探玛利亚的犹太人，有真侪人看到耶稣的所做就信伊。有一寡人去找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因报告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因为安尼，遐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召开议会，讲这人行遮尔多神迹，咱要安怎对付？咱若放伊继续安尼做，大家拢会去信伊。罗马人会来毁坏咱的圣殿，搁毁灭咱的民族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该亚法，是迄年的大祭司。伊甲因讲：恁毋捌半项，恁袂晓想，宁可互一个人替众人死，才免互全民族灭亡。安尼对恁是较好。伊安尼讲，毋是家己的意思，是做迄年的大祭司在预言耶稣得要为着即个民族来死。毋但为着即个民族，嘛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组织做一个。对迄日起，犹太教的领袖计无要杀耶稣，因为安尼，耶稣无搁公然伫犹太人的中间出入。伊离开遐，去瓦郡旷野的所在，到一个叫做以法莲的城，甲伊的门徒伫遐住。犹太人的搬过节得要到，做之前有真侪人对向川来到耶路撒冷要守洁净礼。因伫找耶稣，徛伫圣殿内，互相问讲：恁想安怎？伊一定袂来过节吼？因为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人有发命令，若人知耶稣伫倒位，就来报告，互因通去甲伊掠。被通缉的耶稣，耶稣互列撒罗对死搁活了后，袂少犹太人就信耶稣。耶稣的教导和神迹吸引真侪人，互法利赛人和遐个祭司长感觉威胁。因惊群众的心转向耶稣，担心耶稣的宗教影响力会动摇因的权力。因甚至担心，若互耶稣继续传道，搁吸引众人，恐惊会引起罗马人的注意，致使干涉因对圣殿的掌控。为着突灭耶稣，祭司长该亚法献一个恶毒的完美计谋，互一个人替全民死。作者约翰认为，这个政治性的算计，每间诚侪对基督救赎计划的预言，因为耶稣将为全人类死，带来真正的救赎。对迄时开始，犹太人的正领袖计划杀害耶稣，甚至要求若人知影耶稣的行踪，必须报告，通好去掠伊。耶稣受通缉，伫宣教之路的顶面，真侪信仰前辈拢遭遇亲像耶稣受压迫的危险。乃自苏格兰的巴克勒牧师26岁就来到台湾宣教，期间时常写批向英国长老教会报告伫台湾的宣教情况。有一份巴克勒手写的批信，收藏踮英国伦敦大学阿菲学院的史料珍藏馆。迄中间就讲到
1885年，伊伫阿猴日轮客庄教会的受辱事件。迄时30外岁的巴吉勒牧师受教士会寄托，前往屏东协助日轮客庄教会协调礼拜堂的产权争议，却遭受当地村民强烈反对。尽管官方承认教会的合法权利，但是村民依然到处施压，甚至使用暴力驱赶信徒。巴吉勒牧师来到日轮的时，最礼拜以前教会外就集结真济村民，当伊讲道说，村民就跟着屎桶冲入教会，甲屎尿破坏信徒和牧师。后来，巴吉勒牧师和信徒密入去房间的角落，甲门关起来。遐人搁对入去，用石头破门入去，伫规个房间和牧师信徒身上破烂屎尿、臭气冲天。巴牧师就徛伫门外，出在因用屎尿按头淋到骹无啥物，互因淋甲欢喜为止。但是有一寡人感觉还无够，还无做抵抗的信徒掠头鬃、拔喙手、把衫脱掉，搁甲因拍。巴吉勒牧师选择无抵抗，渐渐忍受，直到施暴者离开。倒来时，伊根本无衫通替换，只好穿困衫狼狽离开。却有人举刀对我内抢伊的物件和文件，甲伊的衫拢割互破。就算遭遇安尼的侮辱甲伤害，巴吉勒牧师伫伊的批信中犹原为当当时所有信徒的勇气而乐上帝，无怨无悔。耶稣伫传道过程中，相反遭遇真济压迫，甚至性命的威胁。耶稣犹原坚定完成使命。巴牧师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，甘愿为真理付上代价，却袂后悔。这是现代基督徒真无容易的功课。默想，我敢会为着真理付上代价，却袂后悔？我敢会为着真理付上代价，却袂后悔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为人承受压迫，行十字架的道路，求你赐予我勇气，予我会当伫挑战中不畏压迫，坚定徛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